大家好，今日向大家介紹幾隻新嘅產品。首先咧介紹呢隻係全新升級咗嘅電視盒仔。呢部機咧佢係升級咗1G1碼，1G1碼就係可以睇到好多嘅粵語嘅電視台同埋其他國家嘅電視台都可以睇到。有嗰啲馬來西亞啊、新加坡啊、台灣啊，都係好多台都可以睇到。佢都可以睇到嗰啲 D 加、N 加同埋 H 加都可以睇到嘅。呢隻機咧，佢係一個人用一個帳號係可以睇嘅，佢係流暢度非常之高，係唔會卡嘅。同埋佢係國際版，你到其他國家都可以用。呢隻升級版嘅1G1碼嘅盒仔咧，俾到大家嘅好優惠，個價錢係399蚊。第二隻咧就係聯想最新款嘅平板電腦，佢係12.1寸嘅。佢係呢隻係正版嘅，同埋佢係超級薄啊！佢係2025年7月份先出嘅平板電腦啊，佢係咁薄同埋好輕嘅，比呢隻可以做對比嘅。呢隻係咁厚嘅啊，仲有咧，佢係一個磨砂屏啊，佢個內存係8+128G啊，同埋有可以睇到呢啲YouTube啊，同埋有嗰啲 Netflix 嗰啲電視台都可以睇到嘅。有可以睇電影啊、短劇啊、劇集啊、動漫啊，呢啲都可以睇到嘅。佢係自己更新嗰啲電影嘅。同埋有好多嘅其他軟件我都可以幫你專細喺入邊噶啦。同埋佢係磨砂屏嘅咧，你平時如果係睇嗰啲電影咧，佢唔會反光嘅。同埋佢可以睇到嗰啲盒仔嗰啲軟件都可以加埋一齊，我都會幫你 download 嗰啲 H 嘅。同埋佢係超級輕、超級薄啊！你都可以睇盒仔嗰啲軟件嘅，佢都有嗰啲軟件幫你專細入邊嘅。佢都有送一個皮套，同埋有送一支觸控筆。佢呢個價錢係呢個價錢係超級靚嘅價錢。呢隻係水果牌嘅17 Pro Max，佢係有8+256G嘅，佢都有可以打電話，同埋佢係國際版嘅，佢可以WhatsApp 啊、YouTube 啊，同埋 Facebook 呢啲都有啊。佢係 Google Play 啊，佢係下載你需要嗰啲軟件嘅。嗰啲睇電視嗰啲軟件我都可以幫你安裝喺入邊嘅。佢係同蘋果嗰隻係一樣嘅，都可以按呢個軟件係可以影相嘅。佢有幾種顏色，呢度咧就得兩隻顏色喺呢度，都係8+256G嘅。深縮嘅呢隻咧都係一樣嘅，不過呢隻係6+128G嘅。呢兩部機咧，佢嘅價錢係呢個價錢，都係好優惠嘅價錢。同埋買呢啲手機咧，都會送一隻百強百最新嘅8對嘅耳機。呢隻咧係超級微微嘅電力卡片，佢係好細嘅一隻。之前咧嗰啲係咁大隻㗎，你去對比一下，佢係咁微微，佢係唔到之前嗰啲係一半。係，同埋咧呢隻係可以無線充電嘅，佢充一次電可以用3個月。同埋佢可以可以睇到7日嘅嗰啲記錄都可以睇到嘅。佢可以俾嗰啲小朋友啊，同埋嗰啲寵物啊擺喺嗰啲身上，你就可以睇到佢都可以睇到7日嘅記錄。就你行去嗰邊咧，喺邊度咧，佢都可以睇到嘅。呢隻就係佢係可以用到蘋果嘅系統同埋安卓系統都可以用到嘅。佢呢隻嘅價錢係呢個價錢係呢個價錢，都係好優惠個價錢。下面向大家介紹一隻暖手蛋，佢係可以分體嘅，可以兩隻手揸住，佢係咁樣
一撳就開機，佢有伸節可以跳嘅，佢同埋佢係 Type-C 充口，兩隻都係咁樣，都係好容易去充電。假如咧你係出去旅行咧，有嗰啲出邊比較凍嘅陣時，你就可以用呢個，同埋佢可以少少過你去放喺嗰啲褲袋啊都可以放嘅。呢個係加溫嘅速度都係好快。佢呢隻係6000毫安嘅，佢個價錢係呢個價錢，都係超級抵嘅。